乔装改扮如泽朝，但愿得啦哩啦啦隆咚隆咚隆，此去杀贼将仇报，管教他前往回回。无处逃。
彼を捕まえるか。郭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，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，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そのあれか教えてくれたら命が欲しいってけど彼に伝えて。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，就不烧死你。小子，你告诉他，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。我们儿，难道太君把他交给我？不行，治不住他。小子，你不是咳嗽了吗？不是伤风了吗？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，发汗。老子不在乎，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。お前も僕がここに入りなんてなんでこうでだ。はい。那是太君的宝贝，嘿，那是观世音菩萨，是我们中国的宝贝，你们都是贼，全都是贼。太君，一会儿他就不在水营了。另外，据我估计，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。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没法过河的，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，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。我看不如把桥给炸了，断了八路的后路，然后咱就可以慢慢搜了。我们儿童团的地道昨天刚挖到这儿，咋样？舒服吧？哎呀，舒服啊，好舒服啊！烧，再烧！开个喽！啊！
啊！